后来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环保局伫染病的官兵可能去过所在，继续来做消毒。针对拒绝着疫调的92个官兵，卫生局讲，其中有51个联络袂到，还有24个也是无愿意来配合，无排除要甲这24个人来裁罚。另外，市长韩国瑜嘛来宣布，5月初3要来进行社区染疫的模拟大演练，但是未封城。化兵一透早支援喷药啊，伫士官兵可能活动地点进行消毒的作业。海军潘就讲，爆发着染疫官兵拍走，担心可能因此引发社区的群组感染。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，要进行大型的演练。5月3号，职务上的来推演，怎么样解决社区大规模感染？我们要做一场实兵的演练。针对92名拒绝疫调的官兵，目前也有24个人无配合。24人拒绝疫调，51个人未接电话，仍然是以这个任务上面有一些机敏性，然后上级没有交代说可以对外公布这一部分的理由居多。另外，4月2日，中央公布海军确诊的病例中，屏东县新增加1名。官府第一时间启动各项防疫措施，其中针对新增加的几个所在，包括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、新潭头先天上帝庙附近球场、嘉乐汇新宾店、屏东市环球购物中心，几个地点拢已经封管消毒。若是之前公布的，有名的回转输血冰冻店，店内3名工作人员是屏东大学学生，嘛服务过确诊的个案，目前已经列为居家隔离对象。中央流行疫情嘛呼吁这次环球港顶面的确诊者，疫情早晚是遍布全台各个县市，请民众减少出入公共场所，而且一定要加强防护措施。